我睇 Netflix 多。邊個用晒啲 A4 紙？薯條加大。唔該晒你。可唔可以教我講白話？祝你新工作順利。可唔可以換過？你返工返幾點？下次再努力過。學生證要掛喺心口。我鍾意食辣。20、30、40。喺右手邊。收唔收信用卡？我自己一個人。21、22。我朝早9點返工。水餃麵走蔥。呢度嘅招牌菜係咩？請讓座俾老人家。